有冇試過咁樣嘅時刻？當你掛住嗰個已經離開嘅人時，突然感覺到佢好似喺身邊，嗰種感覺係咁真實，好似你哋從來冇分開過。靈性導師謝希如曾經分享過一段好美麗嘅說話，因為佢遍在所有嘅地方。對我嚟講，呢個並唔係理論，而係真實嘅體驗。佢喺我今日打波嘅球場，佢陪我食飯，佢陪我瞓覺，佢喺我嘅每個呼吸中。呢段話俾我哋睇到，愛其實從來冇因為肉體嘅離開而消失。愛係一種超越物理形體嘅能量場，佢穿越生死嘅界限，喺我哋日常生活嘅每個角落中被感受到。當我哋真正理解呢一點時，死亡就唔再係終點，而係愛嘅另一種延續方式。嗰啲我哋深愛嘅人，佢哋嘅愛並冇隨住身體嘅離開而消散，反而變得更加無所不在。呢種體驗並唔係我哋嘅想象或者自我安慰，而係心靈回歸到最初源頭時嘅自然感受。所有嘅生命都嚟自同一個源頭，都由相同嘅愛所創造，就好似佛經中常講嘅空性，或者奇蹟課程提到嘅我哋本係一體。呢啲教導都係話俾我哋聽同一個真相，分離只係表象，合一先係真相。當我哋嘅心靈透過修行慢慢淨化，當我哋嘅意識逐漸擴展時，就能夠自然地重新認識呢種本質上嘅一體性。我哋會發現嗰啲已經離開嘅至親或者寵物，其實從來冇真正離開過我哋。佢哋只係由一個房間行去另一個房間，而我哋因為暫時睇唔到，就以為佢哋消失咗。但當我哋嘅心眼打開時，就會發現佢哋一直都喺度。面對失去嘅時候，悲傷係好自然嘅反應。我哋唔需要壓抑呢啲情緒，亦都唔需要扮堅強，但修行俾我哋睇到更深嘅真相。謝希如話，悲傷仍喺度，但悲傷只係生命嘅一小部分，而底層係無限嘅愛。當我哋能夠接觸到底層嘅愛，咁悲傷就變得可以被承載與包容，佢唔能夠吞噬我哋。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洞見。我哋唔係要消除悲傷，而係要俾悲傷被更大嘅愛所包容，就好似大海可以包容波浪一樣，無限嘅愛可以包容我哋所有嘅情緒。當我哋能夠接觸到內在嗰個愛嘅源頭時，悲傷就唔再係洪水猛獸，而係愛嘅另一種表達。佢提醒我哋曾經深深咁愛過，而且而家依然喺度愛緊。人生中有一句話特別觸動人心，永遠唔夠時間準備好。呢句話道出咗人間最真實嘅處境，無論我哋幾咁努力，都冇辦法為至親嘅離開做好完全嘅準備。或者我哋會諗，如果可以講多啲嘢，如果可以陪多啲時間，如果可以早一啲表達愛意，但呢啲如果往往令我哋陷入更深嘅痛苦中。然而，正係呢種冇辦法準備嘅狀態，令我哋更深刻咁體會到當下擁有嘅珍貴。當我哋真正明白離別隨時可能嚟到時，我哋就會更加珍惜眼前嘅每一個相處時光，每一個擁抱，每一句話語，每一個眼神交流，都變得無比珍貴。呢種珍貴感唔係嚟自恐懼，而係嚟自對愛嘅深度體認。從更深嘅靈性層面嚟睇，一切現象都喺空性中展現，而空性嘅另一個名稱就係無條件嘅愛。呢個聽起嚟可能有啲抽象，但其實好簡單。空性唔係虛無，而係包容一切嘅無限空間，就好似虛空可以包容所有嘅雲朵一樣，空性可以包容所有嘅現象。而呢個空性嘅本質就係無條件嘅愛，甚至連我哋嘅悲傷、難過、唔捨得，都係呢個無條件嘅愛嘅一部分。當我哋真正理解呢一點時，就唔會再抗拒痛苦，而係將其視為愛嘅另一種表達方式。悲傷唔係愛嘅對立面，而係愛嘅深度體現。只有深愛過嘅人，先會喺失去時感到咁深嘅悲傷。所以悲傷其實係喺話俾我哋聽，你嘅愛係真實嘅，而且非常深刻。最靚嘅係，當我哋真正行到悲傷嘅盡頭時，會發現嗰度有住更深嘅愛同人世間嘅美好。悲傷證明咗我哋曾經深深咁愛過，佢係愛存在過嘅證據。而愛係綿延無盡嘅，冇開始亦都冇結束。佢超越咗生死嘅界限，喺每一個當下持續住。嗰啲我哋深愛嘅人，佢哋帶俾我哋嘅愛，並冇因為佢哋嘅離開而消失。相反地，呢啲愛已經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，成為我哋內在永恆嘅寶藏。每當我哋諗起佢哋時，呢啲愛就會喺我哋心中發光發熱，溫暖住我哋，亦都溫暖住周圍嘅人。愛係咁神奇，佢可以跨越時空，
可以喺記憶中重現，可以喺夢境中相會，可以喺日常生活嘅點點滴滴中被感受到。如果你願意分享呢份溫暖俾身邊有需要嘅人，或者佢哋都可以喺自己嘅悲傷中揾到嗰份底層嘅愛。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裏，能夠喺每一個呼吸中感受到愛嘅存在，喺每一個當下中體會到生命嘅美好。